嗨，大家好，歡迎收睇今集嘅國標頻道。今日咧就嚟同大家介紹下呢一款擁有住一個 3D 立體動感嘅太空手錶，咁以一個天馬行空嘅設計，咁就係我手上嘅呢一款飛雅達手錶。咁我哋而家即刻去邊睇睇先。今日咧就同大家介紹下呢一款手錶，咁絕對應該都好少會撞款嘅機械錶，咁就係飛雅達星際系列呢一部立體嘅飛船啦。而中意科幻或者係航天風格嘅朋友咧，而呢一款咧應該都係一見鍾情㗎啦。而飛雅達一直咧都係深耕呢一個航天腕錶嘅領域，咁而今次咧就直接將太空嘅穿梭機流線嘅造型咧完整咁搬上喺呢一個錶盤，同市面上嘅一啲千篇一律嘅手錶咧應該都完全分開㗎啦。而成個錶盤咧就採用咗呢一個多層嘅立體結構，而呢隻手錶最突出嘅咧就係呢一個尖錐還原咗飛船嘅機頭，而兩側弧形嘅肋條咧而突出咗金屬嘅螺絲扭釘嘅點綴，凸顯咗呢一個層次感同埋吻合咗一啲太空機械嘅概念。咁望落去咧就好似一架迷你嘅太空船擺放咗喺呢個手腕度，而科幻嘅氛圍咧直接爆燈，完全係可以 EDC 潮流自選，咁即係話可以係 everyday carry 啊！而錶面咧就配備咗呢一個拱面嘅藍寶石水晶玻璃，透光度夠高，而防刮內磨。咁而45mm 嘅直徑，316L 嘅精鋼錶殼，而錶殼嘅線條裏邊咧都突顯出呢一個圓潤順滑，而厚度咧就14.8mm，設計亦都非常之細心。咁將呢一個錶冠咧擺放咗喺亮點嘅位置，咁喺大家佩戴左手或者係右手嘅時候咧，都唔會頂住個手腕。而個錶耳亦都收埋咗喺呢個錶殼個背面，咁而減少咗呢一個笨重感覺。咁而30米嘅防水，再搭配翻呢一個黑色嘅膠錶帶，咁就可以令到一啲粗幼嘅手腕咧戴起呢一款手錶嘅時候咧，亦都感覺到舒服。咁喺休閒或者係西裝嘅配搭，絕對都係冇難度嘅。咁而呢一款手錶最核心嘅賣點咧，就係呢一個品牌原創嘅專利立體獨時嘅設計。咁而內置亦都有一個自動上演嘅機械機芯。咁而喺錶盤嘅中間有個 Lip 嵌嘅圓盤，就係呢一個60分鐘嘅時分盤。而喺下方半月睇時嘅轉盤咧，再配搭翻一個水滴形嘅指針，就係負責顯示呢一個小時啦。咁而成個時分嘅區域咧，就帶有呢一個弧度。咁大家就算係將呢一款手錶擺上喺台上邊啊，都唔使拎起身就已經可以清晰咁睇到時間。咁而呢一個獨特嘅設計，亦都獲得咗德國嘅紅點設計獎、美國嘅繆斯金獎同埋呢一個藍光杯。咁喺國際權威嘅獎項裏邊咧，可以講係收入囊中㗎啦。咁相比起喺其他嘅鏤空航天錶裏邊咧，而呢一款立體船嘅造型咧就更加大膽同埋前衛。咁而識得欣賞原創嘅設計，或者係中意一啲航天文化嘅朋友咧，見到呢一隻手錶咧，我相信都應該係愛不釋手。咁無論係日常生活嘅佩戴，定係想揾一隻獨特有吸引力嘅配飾，咁而呢一款飛雅達星際立體嘅飛船咧，都值得自己親身咁去戴上手試試嘅，親自感受下呢一個中國國產嘅航天腕錶獨特嘅工藝。咁心動不如行動啦！立即可以起程去到我哋嘅佐敦裕華國貨嘅中華國錶國潮嘅專賣店裏邊咧，就了解下呢一款飛雅達嘅飛船手錶。而今集嘅國錶報道咧完畢啦，我哋下一集再見，拜拜。